人和人之間。我哋生活喺群體裏邊，平時同別人相見啦，無論識或者唔識，都係必須打聲招呼，係表示溝通同埋友誼。嗱，人同人之間係有4道橋梁，可以使到彼此之間相處愉快，減少摩擦同埋衝突。第一道橋梁，相逢3句話。我哋中國人話，見面3分情，大家有緣相見，為咗表達我哋嘅友善，會話你好，今日好好，或者今日天氣好好，或者係你嚟咗啦，你辛苦啦，請坐。讚美嘅語言係好似香水咁，一滴呢就能使到四周彌漫迷人嘅香氣。我哋到其他國家旅行，佢哋好熱情咁話 Hello，How are you？ 或者係 Good luck， 我哋聽到都會好開心。見面3句話，讚美同埋祝福，係搭起咗我哋第一道嘅友誼橋梁。第2道橋梁，相逢要微笑。不論係故舊或者新交，一張有表情、有笑容嘅面孔咧，係會使人如沐春風，彼此心無城府嘅笑談人間事。一個肌肉掹掹緊嘅人，就好似一朵失去咗顏色同埋香味嘅花，係得唔到別人嘅讚賞眼光。第3道橋梁，嬲怒慢半拍。如果你感到自己好似憤怒嘅火山即將爆發嘅時候，不妨深呼吸，將講到嘴邊嘅說話慢1個半拍。好似我哋唱歌，如果你慢半拍啦，就夾唔上節奏。同樣，當發嬲嘅暴風雨曲正要演唱嘅時候，你稍為慢1個半拍，咁你嘅心境就會大不相同。就算真係餘怒未息，至少咧就可以減弱許多發嬲嘅殺傷力，唔至於對彼此建立嘅情感造成唔可挽回嘅遺憾。第4道橋梁，煩惱自己話好。喺煩惱嘅時候，唔好傷害自己，更加唔好波及別人。目前社會流行嘅係提高我哋嘅 EQ， 其實就係佛教所講嘅身心管理。煩惱嚟嘅時候，我哋唔好厭惡去排斥佢，要以好似迎接老朋友咁歡喜嘅心情嚟看待。情緒就好似面對一團亂麻，等你剪不斷，理還亂。當我哋唔剪亦都唔理嘅時候呢，我哋只係先澄淨我哋嘅心，用呢份澄淨嘅力替煩惱整肅穿繩，唔再糾纏凌亂我哋嘅身心。見面3句話，相逢要微笑，嬲怒慢半拍，煩惱自己話好。搭起呢4道橋梁，橋上嘅行旅平安吉祥。路人合橋相逢嘅時候，咁自然會有一份今生一照面，多少香火緣，彼此互相痛惜，嘆為稀有嘅美麗嘅心情。